哇！呢幾年冇咗年30晚，咁咪冇團年飯食，梗係唔係啦？你買嘅水晶係咪幫唔到你手咧？唔緊要，上嚟揾我 Peter Sir，我幫你嘅水晶重新做調頻。嗱，有 fans 問我 Peter Sir 今年咧就原來咧2026年咧就冇咗年30晚喎，點解會咁嘅？嗱，原來咧咁就同嗰啲曆法有關嘅，就係話咧同呢個月亮行走，因為點解咧？平時我哋有計嘅嘛，大月小月，咁喺呢個2025年至到2029年咧，都係只得小月，所以咧就冇咗年30晚。咁Peter Sir，咁會唔會有影響呢個運勢咧？或者原來咧我不嬲咧就每逢咧我慶祝生日咧，用舊曆計算嘅，可能我年30晚去做慶祝，咁冇咗咁點算啊？你可以褪前一日，即係29，或者後一日年初一都得，一樣可以慶祝到㗎，大家唔使擔心啊！嗱，咁我哋亦都要叫除夕㗎啦。今年咧呢個年30晚就冇㗎啦，咁要去到咧20咧就係29年之後，即係2030年先至有翻呢個咧除夕咁我哋亦都照翻傳統啦，我哋可以去慶祝啊、食飯啊、行花市啊。嗱，咁樣喎，大家知唔知啊？呢幾年有冇呢個分別？有㗎，原來即係所以話我哋嘅舊氣走得快，新氣入得早，亦都可以講話象徵咧節奏咧係會急速同埋加速。咁點算好咧？Peter有冇帶啲咩水晶咧係會幫到咧？嗱，其實咧我就覺得咧喺年29或者年30晚都好啦，我哋盡量咧帶一啲和諧嘅、開心嘅，嗱，好似呢啲碧璽咁樣咧咁點解？一家團聚快樂，咁自然咧和諧有身財啊嘛。咁大家如果有碧璽，你記得攞翻出嚟喺呢個年29或者之後嘅年30晚帶住佢咯喎。